欧洲议会通过人工智慧法的立法草案，若准顺利，就有机会成做全世界头一个全面性的 AI 监管规范。伫法案内底有明确定出风险的等级，亲像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这款评分的系统，都是袂当接受的风险。另外，嘛要求 AI 开讲机器人做出来内容，拢爱标示，业者嘛拢爱做风险评估。And it is adopted. Congratulations. 2499比28票差遮尔大，欧洲议会伫14表决通过人工智慧法案。I suggest you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responsible AI development and usage. 伫会后的记者会顶悬，议长阁念出 ChatGPT 的建议发言，这项法案希望会当替 AI 技术的发展来制定标准规范，其中无共风险的，嘛会有无共对应的准则，亲像支援 AI 也是 AI 研发的游戏，台选本所配这种软体风险上细，可能影响到民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 AI 做信用的评分，较情感袂当使用基本私人和公共服务者的行为，列作高风险。另外，亲像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这种社会评分系统，也是照行为和社经地位独甲人分类的行为，是袂当接受的风险。The new age of scrutiny has begun. So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cannot be digitalized. Emotions, will, and judgment. All this belongs to us, to this House, which has the ability to set the tone worldwide. This is all about Europe taking the lead. 另外，对生成式的 AI 嘛，需要遵守透明度的要求，必须要讲内容是 AI 生成的，搁要防止生成非法的内容。后面是全球第一个定 AI 监管规范的，台湾应该安怎做呢？台湾就像欧盟一样，主张在人权、在自由的这种精神。那如果能够将这样的一个精神呢，融入到相关的这种人工智慧的规范面上，做出引领的作用，那台湾在整个影响世界相关的标准制定上，就有它的一席之地。国科会和所谓保这单位当地建议人工智慧基本法，暗算9月提出草案，要安怎个发展，个会当甲约束，莫造成国安和民生这方面的问题，嘛继续引起讨论。记者综合报道。